Hello，大家好，又係我七少睇真啲嘅時間啦。好多謝啲朋友繼續支持我。嚟緊2026年馬年丙午年，由七少講解下12生肖嘅運程、趨吉避凶嘅方法啦。從新嚟嘅2026年嘅2月17號開始到2027年嘅2月5號，呢段期間呢，邊一個生肖咧會犯太歲？有咩方法化解？用咩方法化解而幫助你順利度過呢個丙午馬年？首先咧，本命年生肖屬馬，但係咧佢係呢個刑太歲、直太歲。正所謂太歲當頭坐，無喜恐有禍。傳統啲嘅方法咧，揾一啲喜事沖一沖氣佢啦。今年係值日生。例如結婚添丁置業都可以咧減少因為太歲造成嘅影響。當然啦，要自己咧調節下自己嘅心情，唔好同人發生爭執啦，放鬆啲啦，唔好封閉自己。5月啦，或者喺11月咧左右咧就去洗下牙啦，捐下血啦，都可以化解下血光之災㗎。下一個生肖咧就屬鼠啦。子午相沖嘅影響，直接咧衝撞太歲，做任何事咧都複雜奔波唔順利心情又唔開心可能咧會有環境變遷㗎所以要自己調節下自己嘅心態。凡事忍讓，唔好對抗，行善積德，可以保平安啦。事事順其自然，宜動不宜靜，做好心理準備，因為會有較大嘅動盪，各種嘅變化容易咧係遭受挫折小心謹慎。跟住咧另一個生肖咧就係屬牛，係害太歲。縱使你一生咧才華，今年咧都會鬱鬱不歡㗎。相對嚟講咧影響較少。今年咧人際關係平平㗎只要謹慎言行，無心説話得罪其他人，秉持咧自己咧少説話多做事嘅原則，便會減輕對自己不利嘅影響嘅。下一個生肖屬兔，破太歲，小心官非是是非非咧又多，仲係會破財添㗎。破太歲，顧名思義咧就係破壞性強，損壞人際關係，因此盡量減少去探病問喪，以免咧招嚟不必要嘅災害。建議咧保持靈活性，避免同人爭執，保持心裏邊內心穩定嘅局面。太歲拉上關係嘅幾個生肖咧，其實咧都喺個丙午年馬年咧，必定會拖低運程，影響自己心情。以上生肖你哋有冇份如果有嘅話咧，攝下太歲啦，佩戴啲吉祥嘅飾物或者五帝錢擋煞啦。同時建議咧多做善事，鎮屍醫藥，唔好做啲高危性嘅運動過呢個丙午嘅馬年。建議攝太歲日子咧係立春後新曆2月4號，農曆正月15前完成呢個攝太歲過程。好多謝各位聽到最後，你哋嘅訂閱同埋讚好，令我哋有動力繼續製作。希望你哋分享下你哋嘅朋友，請支持下 Super 豬豬啦。下條片見。